閱讀小劇場。我哋一齊去醫院探你媽咪咧。同學們早晨，你哋最近有冇做啲關懷他人嘅事啊？老師，我哋尋日仲去咗醫院睇小美嘅媽咪，佢媽咪仲煲咗檸檬茶俾我哋帶過去。阿明，你做得好好，關懷唔單止係幫助別人，更係讓別人感受到愛同埋支持。小美，你有咩想講㗎？多謝大家，我從來冇諗過，原來咁多人關心我覺得好溫暖啊！呢個就係關懷嘅力量啦，佢可以讓我哋嘅世界變得更美好。希望大家以後可以多關心我哋嘅身邊嘅人，好唔好？好！感謝你們在我最傷心的時候陪伴着我，一起面對困難。呢個就係關懷嘅力量啦，佢可以讓我哋世界變得更美好。呢個就係關懷嘅力量，佢可以讓我哋。